783路上嗎？還有時間能吃飽，並沒特別，從來是一杯咖啡加塊麵包。地點照入，照求位置打卡公式，也照樣算做到就天黑。神奇在這老電腦，發現極怪框框到我一瞬間。灰台燈也為了彩，走廊邊野外，黑檔案也藏了花花草草到前來，前方那鍵盤都響了舞，陪同記憶裝出這飛躍的將我。望到反漸行近視窗關閉，先深呼吸這幕光顯到上位，而我人設為那位並沒特別，原來是 NPC 跟着路軌。無聊做我照樣播，確實未算穩家不穩，容易迷障，太無著或更差，然而大腦記錄過，那樣射在等他心想退出身體境界面對的灰台燈也為了彩，走廊邊野外。